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台北国际旅展今仔日伫个南港展览馆内展开，闹热滚滚人真多哦。除了有各县市的展览馆之外，客委会客家馆甚至甲全台湾各地客家美食隆重搬到现场，就是要搭配着五杯馆来拼国内的旅游。原住民唱歌兼跳舞为 ITF 台北国际旅展起鼓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全世界旅游市场强要定去，国内疫情相对较稳定，冇真侪饭店业者来参展。国际组织的推测，这种状况，观光要到2024才能够恢复到2019以前的情况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见，今天我们可以聚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办我们的旅展，行销我们的台湾观光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现场有各地方的展馆，唔啦精心布置，高设计各种活动的场景，和民众体验。这摆真无简单，疫情有靠回，又过5倍关，这个旅游展人气看起来是愈来愈好。坚持努力的观光产业和参展的单位，让世界看到台湾在疫情之下依旧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。客委会将奖搬入现场，树口有红茶、甲桌啊、甲椅啊，提供民众体验客家庄的文化，边啊，有4项特色的展区，好游客会使体验无同款的客家文化。慢行、慢食，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紧张的生活过程当中，能够真正的放松舒坦。办4届的 ITF 台北国际旅游展，为了确保防疫袂出问题，入场的时爱挂喙罨，爱通过实名制量体温等等的关卡。毕竟这是疫情以来全世界唯一一场大型的实体旅游展，国际拢伫看。除了推广台湾的观光，嘛讲会使透过一年一摆旅游展为观光业加油。